之前講到我一個年薪7位數，因為太大細，每個月最少用4至5萬，所以前排就一個禮拜用2000蚊嘅挑戰，咁我完成咗。咁好多人問我究竟點樣一個月用4至5萬或以上？飛的或者 call 車1萬左右，咁我已經好長一段時間咧 call 車來回啊，因為其實一開始我覺得每日2個鐘來回搭車返工收工，我覺得太嘥時間，已經唔會出現喺條街，就算幾分鐘嘅路程我都要飛的。啲同事都話：哇，你竟然會喺條街出現，係咪聽落去好奢侈啊？我而家都覺得好奢侈。咁之後食嘢2萬或以上，咁我之前生酮咧係唔食得碳水噶嘛，咁所以咧食嘢好貴，餐咧200幾起跳咁樣。如果夜晚有約人打邊爐啊嗰啲仲貴，飲酒12,000蚊。我之前每個月咧都會飲萬零蚊酒嘅，即係可能收工去 chill 下，可能去 V 星唱下歌啊。特別我係一個好中意飲酒嘅，我係會自己一個人飲酒嘅。我係覺得酒精嘅味道好好嘅。特別有一個月咧，我直頭去蒲開台飲咗10萬蚊，太誇張。咁當然咧，而家都冇乜飲酒嘅，一嚟拍拖啦，二嚟就真係唔係啲咩健康嘅嘢。即係瞓酒店1萬，因為我之前成日飲酒啦，之後飲完酒攰啊嘛，咁第二日就返工，我唔放假噶嘛。咁咪喺公司附近尖沙咀開間房瞓，即使冇飲酒我都會開酒店瞓，因為我覺得喺酒店好 chill 好 free， 有種 me time 嘅感覺啦，幾好嘅。但係香港開酒店真係好貴，即係大家聽落係咪覺得好低能？又飲酒又開酒店，但係冇任何豔遇，亦都冇任何同女仔做啲咩喺酒店係冇嘅。所以其實以前係嘥咗好多無謂錢。咁我啱啱講呢啲係未計我得閒買下名牌啊，買啲買路啊，即係我嘥嘅呢啲錢咧。啱啱講呢啲咧係全部使完係冇任何嘢可以俾我拎走，係真係使完就冇。我覺得呢啲挑戰幾好嘅，係令到我會有呢個心去改變自己。都完咗呢啲挑戰之後咧，會發現自己係有一啲不足㗎，但係周不時都要審視下自己嘅缺點，去正視佢，去改變佢，就唔好喺度賴人啊，賴呢賴路咁樣。咁咧嚟緊都會有多啲呢啲嘅挑戰嘅，係啊，令自己變得更好。咁下次見。